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微学基因。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是用高通量测序测代谢组。这是一种新出现的测代谢组的方法，也就是用高通量测序的方法平行地、广谱地测样本中各种代谢化合物含量的方法。这个方法发表在这篇题为 Quantifying Metabolites Using Structure Switching Aptamers Coupled to DNA Sequencing 的论文中。这篇论文发表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杂志2025年的1月刊上。论文的题目翻译成中文，意思是利用结构转换适配体结合 DNA 测序对代谢物进行定量分析。论文的通讯作者是 Andrew Fraser， 他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分子遗传学教授。我们先说这个方法的原理。这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结构转换适配体的分子，英文叫 Structure Switching Aptamers， 缩写是 SSAS。SSAS 是一种化学本质是核酸链的适配体，它有特别的序列和空间结构，它可以靶向地结合到相应的靶标化合物上，包括代谢物、荧光染料、药物和毒素等。在下面的讲解中，为方便叙述，我会用适配体来代指 SSAS 这种特殊的适配体。这张图显示了一个 SSAS 适配体的设计，每一种适配体都是由长的和短的两段寡核苷酸链组成。这个长的链叫 LBO， 它是 Longer Ligand Binding Oligo 的缩写，意思就是长的配体结合寡核苷酸链。它的序列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序列可以和短的那段寡核苷酸链互补结合，第二个部分的序列可以与靶标化合物特异性的结合，第三部分的序列会与第一部分的序列互补结合。那根短的链叫 SRO， 是 Short Release Oligo 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是短的释放寡核苷酸链。它的序列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序列是与 LBO 链上第一个部分的序列互补结合的，第二部分的序列是一段8扣的序列。每一种适配体都会有一个特定的8扣的序列。当 LBO 遇到相应的靶标配体，两者发生结合，然后 LBO 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净环结构，同时配对的 SOR 会从与 LBO 互补结合的位置上被替换下来。当把 LBO 固定到固态基质的表面，相应的配体就会起到开关的作用，驱动把 SRO 从基质上释放出来。因为每一种 SRO 上都带有相应的8扣的序列，那把游离出来的 SRO 序列进行建库，再高通量测序，经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得出它的8扣的序列，就可以反推出它所对应的是哪种靶标化合物。再计算测到的这种8扣的序列数量，就可以反推出原来样本中相应的靶标化合物的含量。论文作者把这种通过高通量测序对多种小分子进行平行定量的方法称为 Small Molecule Sequencing， 简称 SmallSeq， 意思是小分子测序。接下来作者实测了一系列的样本，作者先用一个针对 ATP 的适配体，分别对4种碱基的 NTP 进行测序。结果如图所示， ATP 的浓度增加会引起适配体信号的释放，而对于其他3种 NTP 适配体没有反应。作者用针对天然低型葡萄糖的适配体对低型葡萄糖和其他几种糖做检测，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个 L 型的葡萄糖，也就是与天然的低型葡萄糖手性相反的一种葡萄糖。结果是适配体可以对低型葡萄糖有明显的检测信号，但是对于其他几个糖信号很低，包括对 L 型的葡萄糖给出的信号也很低。这说明了适配体对靶标化合物的识别特异性，并且适配体能够区分手性异构体。接下来作者用适配体来区分氨变青霉素和缩变青霉素。我们注意看这2个化合物的空间结构，它们的相差点是上面这个氨变青霉素是一个氨基，下面的这个缩变青霉素在这个位置是一个缩基，这2者之间只差1个集团。实测的结果是，针对氨变青霉素的这个适配体对氨变青霉素释放很强的信号，对缩变青霉素的信号很弱，而且2者之间的信号强度有显著性的差异。也就是说，适配体对靶标化合物的特异性识别可以区分有很小化学集团差异的2个化合物。前面的几个测试都是在简单的缓冲液中检测某种靶标化合物，而在真实的应用环境中，样本往往是很复杂的，可能是检测动物的某种体液或者某种培养基，这些都是极度复杂的液体。于是作者尝试用适配体来检测复杂液体中的派亏的浓度。派亏是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它的化学结构如图所示。作者用的2个复杂液体，第一个是细胞裂解液，
细胞裂解液就是把细胞中的各种组成成分都释放出来得到的混合液体，这其中的组成成分当然很复杂。第二个复杂液体是 ALB 培养基 ，ALB 培养基是由胰蛋白冻和酵母提取物组成的混合液体。实验室里常用 ALB 培养液来培养大肠杆菌，胰蛋白冻是用胰酶分解蛋白质得到的分解产物，酵母提取物是把酵母培养物酶解之后得到的产物。胰蛋白冻和酵母提取物都是很复杂的物质，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当然就更加复杂。实验中还包括了一个缓冲液来作为对照组。实验结果，适配体可以在上述两种复杂液体中检出其中的派亏，并且在复杂液体中派亏的信号释放与在对照组的缓冲液中的释放情况相似。接着作者用派亏处理新秀隐杆线虫，同时用另一组不含派亏的缓冲液处理对照组的线虫，再把两组线虫都裂解，再用适配体来检测两个裂解液中的派亏。结果如图所示，有被派亏处理的样本中检测到很强的信号，而没有被派亏处理的样本中信号很弱，并且两者之间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再结合前面的实验，这些证据都说明适配体可以在很复杂的液体条件下特异性的检测出靶标化合物。氢化可的松和麦角固醇有着很相似的化学结构，酵母中有大量的麦角固醇。论文作者分别在单纯的缓冲液中和含有10%酵母抽屉液的缓冲液中加入氢化可的松，然后进行检测。检测的结果显示，适配体可以检测出酵母抽屉物中加入的外源性的氢化可的松。这进一步说明了，即使在复杂的混合液体中，还有与靶标化合物结构高度相似的化合物，适配体依然能够特异性地识别靶标化合物。作者用针对 ATP 的适配体来检测一个缺失了 CYOA 基因的大肠杆菌突变株中的 ATP 含量的变化，已知 CYO 基因的缺失会引起大肠杆菌中 ATP 含量的减少。检测结果是，有 CYOA 基因缺失的大肠杆菌，它所释放的信号强度是比野生性大肠杆菌少的，并且论文作者还单独用 Luciferase 发光酶的方法检测了 CYOA 基因缺失的大肠杆菌和野生性大肠杆菌的 ATP 含量。发光酶的检测结果确认了 CYOA 基因缺失的大肠杆菌中 ATP 含量是少于野生型的。这些实验数据展示了适配体方法可以在复杂的液体中检测内源性或者外源性的靶标化合物。适配体的重要用途是对同一样本同时做多重化合物的检测。于是作者接下来实测多重化合物检测。作者用分别针对 ATP、甲苯硅、派亏的3种适配体对3种溶液进行检测，这3种溶液分别含有这3种化合物中的一种。实验的结果是，在这3种溶液中，这3种适配体都可以分别检测到各自所对应的靶标化合物。适配体检测的方法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一种适配体对它的靶标化合物只有一段有效检测的浓度范围。那么想要在很大的浓度范围内检测靶标化合物，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方法是把样本进行稀释。但是对于一次要检测几百种化合物的应用来说，稀释的方法就不实用了。于是论文作者想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针对一个靶标化合物开发几种适配体，每种适配体对靶标化合物有不同的亲和力，几种适配体分别适用于靶标化合物的不同的浓度范围。把这几种针对同一个靶标化合物的几种适配体放在同一个反应体系中来做检测，就可以扩大对靶标化合物的浓度检测范围。这里展示的2张图，从左图中可以看到有4种适配体，这4种适配体都是针对派亏的，但是这4种适配体对派亏的 EC50 值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之间的 EC50 最多相差5倍以上。EC50 就是半数有效浓度的意思。它们对派亏的信号释放曲线是相互错开的。右图则展示了这4种适配体，它们各自随派亏浓度变化而产生的信号释放变化的斜率，接续地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可检测派亏浓度的范围。接下来，作者为葡萄糖做了2种适配体，这2种适配体的 EC50 不同。实验显示，2种适配体的释放曲线可以覆盖靶标化合物更大的浓度范围。同样，对于氢化可的松，也做了2种 EC50 不同的适配体，实验的结果也是能够覆盖更大的浓度范围。
接下来说一下如何为每种靶标化合物找到合适的适配体。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吸附实验来找到针对特定靶标化合物的适配体的工作流程。先合成一个有随机序列的 DNA 寡核苷酸链的库，把这个库和靶标化合物进行混合复育，然后去除掉没有与靶标化合物结合的寡核苷酸链，把能与靶标化合物结合的寡核苷酸链收集下来，这就是一轮复集过程。再把复集到的核苷酸链做扩增，然后进入下一轮的复集过程。这个复集过程可以重复循环多次，目的是把对靶标化合物有吸附力的核酸序列复集到更高的水平，最后把复集得到的寡核苷酸链进行扩增建库，再高通量测序，就可以确定哪种核苷酸序列会与靶标化合物进行特异性的结合。这个过程被称为 SELEX， 它是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 的缩写，意思是指数复集的办法对配体做系统性的演化。有了 SELEX 的标准操作之后，又出现了几种改进方法，以提高筛选适配体的效率。RAPID 是针对 RNA 适配体的一种改良的筛选方法。RAPID 是 RNA Aptamer Isolation Wide Dual Cycles 的缩写。这个方法先把 RNA 适配体库与靶标化合物进行亲核吸附，复集得到的 RNA 库经过逆转录变成 cDNA 库，再经过 PCR 扩增，然后再转录成 RNA 库，再与靶标化合物进行亲核筛选，这样进行多轮的筛选。在 RAPID 的多轮复集操作中，其中某几轮复集不进行逆转录，直接用洗脱下来的 RNA 库与靶标化合物做下一轮的复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节省几轮逆转录和转录的过程，所以节省了操作步骤，整体上可以加快实验的速度。这也是把这种筛选方法起个缩写名叫 RAPID 的原因。CE-SELEX 是另一种筛选方法， CE 是英文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用毛细管电泳做适配体复集筛选，把核酸链库与靶标化合物进行复育，然后做毛细管电泳。复合物的电泳迁移速率会不同于单纯的核苷酸链，也不同于单纯的靶标化合物，它的迁移速率往往会介于核酸链与靶标化合物之间。把复合物的峰收集起来，对核酸链进行扩增建库测序，就可以知道哪些核酸序列会与靶标化合物进行结合。毛细管电泳受限于毛细管的直径，以此能够承载并分离的反应混合物的量很小，于是又出现了 Micro FFE 技术，它的全称是 Micro Free Flow Electrophoresis， 中文意思是微量自由流动电泳。它的工作原理是在一个方向上注入平行的缓冲液液流，同时在这其中注入要分离的混合复育的液体，液流走得很慢，同时在液流的垂直方向施加一个电场，电场会把混合液体里的分子分离开来，混合物一边随液流走，一边在垂直方向上被电场分开，分离出来的复合物就可以被建库测序。右图是把 Micro FFE 技术和毛细管电泳做了一个对比，以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 Micro FFE 技术的工作原理。Micro FFE 技术的好处是，因为不受毛细管电泳上样量小的限制，它以此能够分离的样本量是毛细管电泳的几百倍，这样就提高了筛选的效率。以上列举了几个筛选适配体的方法，在实际的操作中，用软件计算，包括 AI 计算，对于筛选合适的适配体也是很有帮助的。最后我们做一下小结。一，这种被称为 SMOSIC 的方法，可以把对靶标化合物有特异性识别能力的核苷酸链做成适配体，来检测复杂溶液中靶标化合物的浓度。二，这个方法可以同时对许多靶标化合物分别设计各自的适配体，以达成同时对溶液中的多种靶标化合物的浓度做多重检测的目标。三，通过对一个靶标化合物设计若干个适配体，同时这些适配体的 EC50 拉开一定的差距，就可以对浓度变化范围很大的靶标化合物做检测。以上是本次讲座的全部内容，欢迎点赞、收藏、转发。尼尔生物公司提供适配体测序服务和各类高通量测序服务，欢迎惠顾。